好，大家好，聽唔聽到咧？好，咁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就首先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講座啦。咁今日嘅講座咧係會全程咁樣去錄影同錄音嘅，咁同埋之後完咗之後咧都會上傳到 EDPS 嘅內聯網，咁所以大家想重溫翻嘅話咧都可以去翻內聯網嗰度睇嘅。咁而今日嗰個 presentation，大家之後想攞翻個 soft copy 咧，咁都可以 email 我，咁我就會 send 翻個 soft copy 俾大家嘅。咁首先今日好高興邀請到天基教育嘅 Daniel 啦，咁幫我哋做呢個講座嘅。咁佢係Daniel 擁有超過30年人事顧問經驗嘅，咁亦都為唔少嘅企業員工啦同埋大學生提供人才培訓嘅工作坊。咁呢個如果大家喺呢個講座期間咧，有任何問題咧，咁都可以喺 Chatbox 嗰度打返想問嘅問題。咁我哋之後咧喺個講座完咗之後，會有個 Q&A 嘅 session，咁我哋就一次過解答大家嘅問題嘅。咁到時亦都可以開咪去問問題，都冇問題。咁我就將個時間交俾 Daniel 啦。OK，唔該晒啊！大家下午好嚇。而家咧今日其實我哋有1個鐘頭嘅時間啦，咁我就會用大部分嘅時間咧，就講翻一啲最基本大家要知道嘅僱傭條例啊，即係一般人講嘅勞工法例啦嚇，等大家知道個基本認識。我會留翻最尾嗰5分鐘俾大家發問嘅，咁你可以打入嚟個 chat room 嗰度啦，又或者係舉手發問，直接問都得嘅。咁我可以盡量答到你嘅咧，我就會知。咁同埋因為今日嗰個時間得55分鐘啦嚇，咁我諗係今日嘅 slide 裏邊咧，我就唔會逐頁或者逐行去講噶啦，咁就會一路路我會每張 slide 都係重點啦，同埋可能有少少關於一啲嘅常識大家要知嘅，我會着重啲講啊。咁我就而家講一講啦。我哋今日其實嗰個嘅內容嚇，嗰個包括咗啲咩咧？係關於咩叫連續性契約啦，假期啦，有關假期嘅嘢啦，有薪嘅假日嘅資料啦，工傷啦，咁個人私隱啦，呢啲好重要啊，因為你同 IT 嗰方面嘅接觸係好多，所以私隱嗰方面咧其實都好重要。一啲關於點樣去終止一啲僱傭條例或者同相關嘅一啲法例啦，遣散呢啲都係同即係終止合約嗰陣時都會牽涉到嘅一啲嘢。同埋最尾會提及等大家有個資料啊，知道如果我要同公司溝通嘅，點樣去溝通咧？有啲咩方法或者渠道咧？咁樣。第10項最尾個調解咧，其實係好一般嘅資料，咁所以咧，如果係唔係好充足時間咧，呢個你哋可以自己我哋慢慢去睇都可以嘅。OK，咁僱傭條例係講緊係香港法例嘅第57章啊。咁裏邊咧係適用喺啲咩人咧？咁我想大家都會知道噶啦，就係其實你自己係打緊工嘅，咁啊梗係僱傭條例啦。但係有啲人又唔包括噶喎，唔包括啲咩咧？自僱人士啦，你屋企嗰個菲傭姐姐啦，同埋一啲喺海外嘅合約嚇，海外嚇最主要係講緊。咁所以咧，唔係所有嘅人都係包含晒喺僱傭條例裏邊嘅。咁一啲學徒制啦，學徒制點解咧？因為學徒制係另外一種合約去管轄嘅，但係我相信喺你哋呢個業務範圍裏邊咧，就唔會有學徒制㗎啦。咁但係所以咧，亦都唔會詳細去講解呢個學徒制，因為學徒制係另外一個學徒合約去管轄嘅。咁僱傭條例下邊乜嘢叫做連續性契約咧？咁好多人都淨係知道，我幫公司簽咗一份僱傭合約，咁我咪連續性契約咯，咁樣嚇。咁但係而家其實好多公司咧都係簽一啲叫短期合約。
咁短期合約裏邊咧，咁但係亦都會唔會短期合約會去聯繫到關於連續性契約嗰個範疇裏邊咧？咁其實係會有機會啊。咁譬如話，你睇翻第二點嗰度嚇，咁佢每個星期如果你係工作17個鐘頭，其實連續個禮拜都係最少做17個鐘頭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可以係一個連續性契約。咁但係咧另外有一個而家最新嘅法例咧，我哋叫468。咩叫468咧？即係話連續4個星期裏邊，如果你總共嘅工作時數係68個小時，我唔理你邊個禮拜裏邊做，總之4個禮拜加起嚟係超過68小時或者超過68小時咧，亦都嘅。咁以前所謂418嗰個舊例咧，好多僱主咧就會所謂叫過冷河停一停俾佢。但係而家咧就好難過冷河啦，因為一個即係唔小心咧，總之 total 總共做咗68個鐘咧，就已經中咗㗎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即係如果做人事管理嗰方面咧，就又多咗重功夫去做一個計算，或者係做一個記錄要好清晰。如果唔係嘅話咧，呢個68個小時咧就係其實好容易加起嚟係已經滿足68個鐘頭㗎啦。咁所以呢個大家可以自己翻去嘗試下點樣去砌到68或者砌到67個鐘頭出嚟啊！咁呢個就係你哋要考慮嘅一啲嘢啦。所以咧，連續性契約呢一點咧係比較重要啲嘅。工資其實咧好多或者以前啦就係話我每個月出糧嗰個就係工資啦。咁但係因為喺好幾年前啦，好多年前啦因為某一個行業嘅員工佢係做 sales 嘅，離職嘅時候咧就同公司有拗撬，關於咩咧？大家知道 sales 係有佣金 commission 嘅，咁呢單案咧打官司係打到上法庭，從而咧引致到咧勞工處係要重新去定翻乜嘢係工資。就唔係話你嗰個月薪就係工資咁簡單啦，係會睇大家睇到嗰個PowerPoint 裏面都有講，其實係包括咗咧，除咗你個報酬收入之外咧，係包括埋津貼、佣金、超時工作所有嘅嘢，都係包含算係你嘅工資嘅。咁就係因為嗰一單案件咧上咗法庭判咗佢嘅佣金，雖然唔係固定有多有少，有啲月份有，啲月份冇，但係都係算係佢嘅工資嘅一部分。咁所以咧無論僱主提供俾你嘅居所譬如話你有陣時有啲係包伙食嘅包埋佢個午餐，我知道有啲中國資本嘅銀行啦午餐都包埋嘅咁樣。咁其實咧有機會嗰啲係會計埋落佢哋嘅工資一部分。咁當然啦，你每個年嘅年尾嘅花紅嗰啲一定係 part of 你嗰個㗎啦。咁但係花紅又係年年唔同㗎嘛。咁佢通常咧，如果係真係要去到勞工處去大家嘅要調解嘅時候咧，佢會將你嗰個花紅咧係按某一個年份嘅部分咧去乘翻一個比例出嚟嘅。因為你每一年唔同個花紅有啲係14個月，有啲15個月，係咪？咁佢會攞翻一個平均數出嚟，即係做一個公正嘅公證人咁嘅身份同你計好嘅。咁所以咧喺終止僱傭合約嘅時候咧，呢啲亦都係酬金嘅一部分。僱主喺咩情況之下可以扣除員工嘅工資嚇？咁大家如果屋企有工人姐姐嘅，大家就好熟噶啦呢樣打爛你屋企啲嘢咧，你最多扣佢300蚊人工嘅啫。咁但係原來咧，其實實際上係所有僱員都係嘅，唔係淨係你屋企嘅工人姐姐嗰份僱傭合約係300蚊。咁其實咧係所有都係，亦都所扣嗰300蚊咧，亦都唔可以超過係佢嘅工資嘅1/3。咁所以其實大人都冇可能啦，係咪？而家嘅工人姐姐都唔知呢個人工，咁所以咧其實最主要咧呢個重點係知道損壞咗僱主嘅嘢咧，僱主係有咁嘅權利咧去扣除工資。另外一樣唔係一定損壞嘅，但係損失咗喎，就係工時，係嘛？即係話你缺勤
或者係某一啲嘢令到公司要停咗工嘅，其實亦都係可以有公司嘅權利咧，去扣除相應嘅時薪或者係嗰段時間嘅損失嘅開支啊。咁所以咧大家亦都要會留意到呢樣嘢啦啊，即係唔好以為就係話哎呀工人先至係咁啫嚇，我打工嘅唔關我事啊咁樣嚇，咁唔係嘅，其實所有僱員都係包含在內。誒，僱主供應俾員工嘅膳食同住宿費咧，其實俾你人情，唔俾你道理。佢俾住宿你，俾膳食你咧，其實佢可以扣翻嘅，亦都可以按翻嗰個價值啊，即係當然唔係賺你錢啦，唔可以賺你錢，但係佢亦都有權利可以扣翻嗰個膳食費、住宿費嘅。啊，咁同僱主借錢啦，呢啲就即係一樣啦嚇，即係你同邊個借錢都係噶啦，要有借有還，同埋有機會啊，要俾埋利息嘅。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要有一個書面同意啦，牽涉到呢啲咁嘅金額嘅時候。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侍產假嚇，我亦未曾講嗰個分娩假嚇，侍產假係俾咩咧？就係男同事們。咁都係最近呢幾年有啦，香港。咁侍產假係有幾多日啊？有5日。咁但係呢5日咧，唔係話，哎呀我老婆生咗仔啦，我就可以放假啦，即刻咁樣，係有啲條件要符合嘅。你係要事先通知到公司。如果你冇事先通知公司，忽然間就，哎呀我聽日放5天侍產假陪老婆去覆診或者陪 BB 去健康院咁樣咧，公司有權俾你嘅。公司可以有權俾，因為你冇事先同公司講。咁另外咧就係話，就算嗰個侍產假公司批咗俾你放啦，其實同其他嘅病假或者恩恤假嚟講咧，都係4/5人工嘅啫。咁有啲同事可能你好幸福啦，因為好多公司咧其實就係俾足全薪嚟嘅，就唔會扣你1/5出嚟，俾4/5你嘅。咁因為公司都係想做得好啲嘅。咁另外一個就係免除一啲行政上嘅時間浪費咗，係計嗰1/5人工出嚟。咁所以咧大家都應該好幸運㗎，應該實會有全薪㗎。如果就算攞到，咁但係公司亦都有權其實係俾4/5你嘅啫。咁僱主咧，當然啦，亦都係有個責任嘅，唔係話全部好似樣樣嘢都講緊係推晒喺個僱員要孭晒上身。僱主咧出人工無論你係邊一種有啲係按期支付嘅，有啲係可能你離職之後要支付俾你嘅，任何情況咧就唔可以喺嗰個工資期屆滿嘅7日之外俾你，一定要7日之內俾你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亦都係會犯法。所以僱主咧喺支付工資嘅時候咧，一定要留意呢樣嘢，因為如果你遲咗俾，或者係好似我有個親戚咁樣佢有個僱主，佢去做嗰份工，佢而家上緊勞工處告緊㗎啦。嗰個僱主直情唔見人咁樣幾個月啦已經。咁呢幾個月佢冇出過糧啊嘛。咁如果第時揾到個僱主或者告到個僱主之後咧，呢幾個月或者甚至1年嘅利息要計埋落去嘅。計翻個利息俾翻嗰個同事嘅，即係唔係話淨係俾翻嗰個尾糧就算㗎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僱主一定要好留意㗎啦。一經定罪，如果真係做咗呢啲咁唔合理嘅嘢，犯咗規咧，要罰款兼所謂拉人封鋪㗎啦。即係坐監。咁通常好少坐監嘅，通常罰錢嘅啫嚇。咁但係對於公司嚟講，罰錢事小，名聲事大係咪？喺出到去個個都知道呢間公司欠薪呢樣嗰樣就唔係幾好啦。咁如果係按連續性契約服務嘅員工，每7日係有1日休息日，法例規定嘅，係咪啊？休息日係由僱主指定，同埋可以分為固定性同非固定性。咩固定性啊？即係等於寫字樓同事，你個個禮拜日放假，或者個個禮拜六放假，呢個就係固定性。非固定性咧，通常就飲食業嗰啲員工就所謂輪休啦。你每個月如果係輪休嘅，應該咧僱主嘅責任係有個更表咧，所謂就會講晒呢個月呢啲同事或者呢位同事佢嘅休息日喺邊日。
通知個同事。咁呢個係僱主嘅責任嚟嘅。咁當然啦，調翻轉頭個同事如果真係輪休嗰日係唔得嘅，佢亦都要事先通知個僱主去做一個適合嘅調動。咁僱員如果係同意咗咧，就僱主可以另定嗰個休息日啦，即係頭先所講啦，就話代替咗佢原來嗰個休息日。另外喺嗰個新嘅休息日個安排咧，最少即係你要改動個更表啊嘛，係嘛？咁僱主都可能要調動其他同事，咁但係最起碼咧都要48小時，即係2日之前要通知個同事。你後日放假啦，即係唔可以話你今日放啦，咁樣補你算啦，咁樣嚇，即係冇得話臨時通知嘅嚇。咁大家有一樣嘢要留意啦。嗱，如果跟翻正法例揸正嚟講咧，大家要知道頭先講話做7日有1日休息日，但係休息日係未必係要有人工㗎嚇。大家各位咧約定俗成咧，就覺得休息喎、放假喎、有人工，或者計晒咁月薪通常都有㗎啦因為喺你個合約裏邊其實已經寫咗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比較合約性嘅工作嗰啲咧，最好咧都係大家定明喺白紙黑字講明休息日係有定冇人工，因為如果根據法例嚟講咧，唔係一定要俾嘅。咁但係咧，其實大多數公司咧就冇咁孤寒，通常都會俾得闊佬啲噶啦，通常嗰日都計埋噶啦，就唔會話另外特登扣你嘅，除非係一啲好短期或者係好特別嘅工種，咁先至會話嗰一日唔計咁樣。咁所以咧有人工冇人工，最理想嘅做法咧就係喺白紙黑字嘅合約上面，大家定明。寫到明，究竟個休息日係會唔會包括喺入個工資裏邊？咁呢個大家亦都係要好着重，因為我以前做過有啲嘅課程啦，即係做啲課程講解嘅時候咧甚至乎有啲人事部嘅同事都舉手問點解會冇人工咁樣咁其實係未睇清楚條法例條法例係每7日有1日休息日啫。佢唔係話每7日有1日有薪休息日，咁所以有陣時啲字眼要好留意。好啦，法定假期咁大家要知道咩係法定假期？其實另外有一個 terms 係叫做公眾假期，係咪啊？法定假期其實我哋以前不嬲叫開咧係叫勞工假期勞工假期係少過公眾假期嘅。咁但係政府咧，其實喺幾年前開始咧，一路咧就要拉翻齊佢啦。即係以後咧，到大家睇翻下邊嗰兩行其實到2030年咧，係全部拉齊晒㗎啦，就唔會再分法定或者勞工假期同公眾假期，因為分別係幾多日17日咁而家咧已經喺今年嚟講咧，已經拉到去幾多大家數翻我出呢個嘅 PowerPoint 係15日㗎啦，已經拉到15日。咁係到28年，每2年佢會加1日咁就加到去30年嘅時候咧，就全部睇齊，一律係17日。咁到時咧做譬如話我以前我做服務行業嘅我哋就要分開嘅。其實我寫字樓嘅同事咧就全部放公眾假期，我要計佢17日假。做 operation 做前線嗰啲咧就放勞工假期，嗰陣時得13日嘅啫。咁嗰陣時咧就要分得好清楚啦，同佢哋嗰啲嘅工種都咁，所以嗰陣時好煩咁，但係佢呢個麻煩，全部一律都係17日。咁但係而家咧，暫時嚟講啦除非又係嗰句啦，你喺你同僱主嗰個嘅僱傭合約上邊，或者個唔理你係即係長期合約，抑或係臨時合約或者短期合約，如果係定明究竟係邊一種假期咧，就係嗰種假期，所以又係白紙黑字定明係最好噶啦，最理想嘅呢樣嘢，即係同頭先講話嗰個休息日有冇人工嗰樣都係一樣定明。
如果法定假期啱啱撞啱個休息日係點咧？咁樣啊，咁補假咯，我哋叫嚇。咁當然啦，如果係一般寫字樓嘅已經係公眾假期啦，記住喎，留意翻呢度法定嘅假期嘅假日喎，即係講緊勞工假期，而家都仲係講緊勞工假期嘅喎，嗰啲僱員我哋就要留意係咪要補翻假俾佢啦。但係如果你已經係公眾假期嘅話咧，嗰啲咧其實你已經放緊㗎啦嘛。咁所以你有公眾假期撞啱休息日咧，政府已經幫你補咗，好似啱啱嚟緊下個禮拜咁樣啊，禮拜一已經政府都幫你補埋假㗎啦，係咪？咁所以嗰個就唔使考慮啦。但係勞工假期好多時咧係俾一啲服務行業嘅，佢哋嘅假期未必係當日放嘅，咁就要另定假日，我哋所謂叫補假啊。咁大家睇到最尾有兩個字買假呢樣嘢咧，其實係唔可以嘅。但係咧喺好多舊式嘅中式酒樓裏邊咧，係有好多時發生嘅。唔夠人，又或者佢唔想咁麻煩，我俾多日人工你啦咁樣，咁翻做埋咁樣，咁佢哋通常叫買假，咁其實係唔啱嘅。咁所以係應該就係另定嗰個假日。另定假日咧，其實係同另定休息日一樣嘅安排，就係話你亦都唔可以少過48小時之前，同少過48小時放假嘅日子咧，通知個員工嘅。咁呢個就係話年假啦，我哋所謂有薪嘅年假，通常呢個就係一般俾合約長嘅員工啦，又或者係連續性，即係話所謂長工嘅同事就有呢個 annual leave 嚇。咁頭嗰一兩年咧，如果按翻勞工法例嚟講咧，係得7天嘅啫。咁如此類推，大家喺翻個表睇到。咁但係好多時公司咧都會睇齊嘅，即係話我一般嗰個同事都係有10天嘅 annual leave 嘅，咁我唔理你係今年加入定係已經早2年或者未夠2年，我都係俾10天你㗎啦，都好過法例。咁通常好多公司都會咁做㗎啦，即係唔會話特登去將1年嘅同事有7日，2年嘅同事7日，3年嘅同事有8日。咁對於個行政上嚟講咧，係好麻煩、好複雜，隨時計錯數嘅。尤其是咧，如果真係啲同事做咗3年離開嘅話咧，咁我究竟計佢幾多日咧？咁樣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好多公司就未必係跟正呢個去做。咁但係大家亦都要了解到咁其實法例嗰個規定係咁嘅。但係好多公司係俾得更加好。譬如話有啲高級員工嘅可能有28日，係嘛？咁呢個另外就話有薪年假啦，喺終止合約嘅時候咧，咁通常咧就係如果唔論你終止合約嘅時候，僱主咧其實都要將你嗰個未放嘅年假咧折翻人工俾你嘅。咁如果係僱員係係已經做滿個 probation 啦，一般係3個月啊。如果做滿 probation 而被或者要辭退嘅時候咧咁當然啦，係講緊一般嘅情況係會按比例計翻佢，即係1年嘅1/4譬如我當佢真係做咗3個月計翻俾佢嘅。但係有個字間要大家留意除咗即時解僱，即時解僱即係話個員工犯錯即係有啲問題，一陣間我哋喺嗰個終止合約嗰度都會提一提。咁即係話未滿1年嘅會按比例計翻，滿咗1年嘅將未放剩餘嘅假期咧都會計翻俾佢。咁另外一種假期咧，除咗年假之外咧，就係病假啦。病假咧就好似個水桶咁要儲嘅儲到幾多就放幾多。咁呢度就即係有個表好清晰俾大家睇到。咁大概個意思就係話，你頭嗰12個月咧，你每日月儲2日嘅話咧，你最多係儲到36日。作為一個好健康嘅員工嚟講但係呢個係 base on 你完全冇放過病假
咁如果譬如話，有啲同事，我可能呢個月我真係感冒得好唔舒服啦，我放4日大病假咁樣，咁咧36日裏邊就會扣4日。咁點搞啊？咁樣唔緊要，你再一路你仲做緊工啊嘛，咁咪你再做多2個月，咁又儲翻4日，又填翻個氹咯。咁所以係一路路填補翻嘅，即係唔會去冇咗就冇噶啦。咁但係放呢個第一類，即係呢36天嘅病假嘅時候咧，係一定要有註冊醫生嘅病假紙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大病，可能真係好似早幾年 Covid 咁樣，有啲真係要瞓醫院啊，瞓1-2個月嘅咁樣，咁用晒噶咯喎，36日一次過，咁啊要用第二類嘅84日啦。即係話以後即係1年以後儲到嗰啲假期啦。咁喺嗰度咧就要提交埋嗰個，除咗話醫生嘅病假紙之外咧，亦都要交一啲嘅診斷嘅記錄，即係證明你點解或者有咁嘅必要放到1-2個月嘅病假，咁你先至可以攞。OK，咁所以呢個病假咧，亦都係4/5人工啊啊，但係你離職嘅時候，呢啲嘅病假有冇得攞翻錢咧？冇㗎嚇，你唔好當佢 annual leave。我儲36日，我冇放過病假，我攞翻錢喎咁樣嚇。香港係唔得嘅，但係嗱，我強調就香港係唔得嚇，有啲地方係得㗎嚇。我以前做過菲律賓係咁㗎嚇。菲律賓你冇放病假咧，你嗰啲病假係攞翻錢嘅。如果喺菲律賓咁但係大家唔係喺菲律賓做嘢啊，咁但係咧香港係唔會計翻錢俾你㗎啲病假，唔好諗住，我儲埋好多病假可以話好多錢剩啊咁樣啊。咁病假係唔少於4日啦。呢啲即係攞病假嗰個嘅一般嘅資格啦，係啲咩啦？要醫生紙啊，你有足夠頭先嗰個嘅，即係話第一類、第二類嗰啲儲夠啦咁樣。因為如果你儲夠嗰啲已經用盡晒咧，咁而你又未翻得工，即係你用盡晒之後，你翻工，你係可以有事。但係如果你用盡咗之後，仍然仲瞓喺張病床未翻得工咧，你係唔會再有病假累積到咧。換句話講，即係咩啊？即係冇人工噶啦，基本上啊。但係當然啦，好多僱主都好有良心，會繼續出俾你嘅。睇下出一半啦、5/4啊，定有啲更加好啲係出足嘅。咁所以呢個就係要睇翻你公司嗰個內部嘅行政係點樣做法啦。但係一般嚟講咧，你有儲足個病假，你先至可以放得到。好啦，頭先講咗侍產假係咪？咁其實產假即係女同事們啦嚇，咁其實咧你係如果係喺個公司連續性已經服務咗40個星期咧，你係又有醫生紙證明咧，有埋個預產期通知咧，你係可以放呢個我哋以前叫前4後6啦嚇，10個星期啦。咁其實而家咧冇話分前4後6定點樣噶啦，總之你係已經可以享有呢個產假嘅福利噶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前4後6啊？或者係會唔會多啲啊？亦都係個別公司有啲唔同嘅。我知道有公司咧係好好嘅，一放可以放半年嘅，個產假一放可以放半年嘅。咁但係咧每一間公司各處鄉村各處例，大家做嘅做法唔同。點解我會知道有啲一放1年半載都有咧？因為我太太以前咧去做過替工啊，請佢1年合約。我覺得點解1年咁得意嘅咧？但係一般文職位嚟嘅啫喎，點解會請個合約咧？原來嗰個位嘅嗰個女同事咧係放1年產假，咁啊請一個人翻嚟替咗佢1年。咁所以間公司有間公司唔同嘅做法咁但係基本上咧，你係要符合個條件先攞得到嘅，即係唔係話一入嚟做滿3個月就話俾公司聽我有咗啊，我要放假咁樣嚇，咁咧就唔符合個條件噶啦。咁頭先侍產假嗰度都係啦，即係呢度講翻男士嘅侍產假又係有5天噶嘛，係嘛？
啊，咁女士侍產假咧就14個星期啊嘛，咁所以大家如果係要攞足呢啲福利咧，記住符合翻呢度上邊列出嚟嗰個要求啦。啊，女士14個星期嘅產假，同埋男士5天嘅侍產假，啊，你要合乎翻個實際嘅文件啊，醫生嘅證明啊，各樣嘢同埋嗰個期限都好重要。啊，你遲咗通知公司，公司其實都可以有權俾你放。僱員補償條例，咁一般統稱我哋都會叫佢做工傷啊。僱員補償條例咧，基本上就係保障翻員工嗰個嘅享有喺工作期間遇到意外嘅福利啊。咁聽落去，咁啊，梗係個僱主有好大責任啦，係咪啊？你啲嘢，你啲可能啲器材啊，或者各樣嘢做得唔好嘅，令到我受傷嘅，你係咪要賠錢俾我啊？咁樣啱啊。咁但係睇落去咧，但係又要留意啦，係睇翻咯喎。僱員如果遇到意外咧，個僱主應該盡快報告嘅，啊，唔可以話拖延。咁一陣間我哋會睇到有啲期限㗎。當然啦，如果遇到意外死亡，都要即時添啦，即時去報告添啦。啊，僱主咧喺嗰個工傷意外或發生嘅時候，或者有所謂職業病職業病咧其實都算工傷嘅一種。大家好多時而家睇電視廣告都有噶啦，你聽唔到定聽唔見啊，或者唔咩啊咁樣，嗰個就係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啊嘛。又有個喺度猛咁轉地吸晒啲塵嗰個咁啊，咁咩肺塵埃沉着病啊嗰啲咁樣我哋俗稱叫石棉肺嗰啲。咁所以呢啲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嘅咧，你上翻去勞工處或者係職安局嘅網頁咧，其實職業病界定咗出嚟咧，係咪得呢兩種咧？唔係，有154種甚至乎咧我哋嗰個手有寫字樓好多時都會有，我哋叫彈弓手係咪嗰個其實都係職業病一種嚟咁所以唔係話一定係做地盤或者做家產嗰個先至有職業病或者有工傷做寫字樓都會有工傷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下自己發生嘅事情，或者僱主方面亦都要提供一啲喺職業安全嗰方面嘅資訊俾同事，等佢哋小心做佢哋平時要做嘅一啲工種或者工作僱主除咗話要嗰個工作環境係做得係安全或者保障到嗰個員工嘅健康同安全之外咧，亦都好基本一樣嘢要買保險我哋叫勞工保險咁所以咧好多時其實每一間公司都係㗎啦你一定有兩張嘢一定要掛喺當眼嘅地方，一張就係你個商業登記證，一張就係呢個勞工保險啦。即係如果有陣時勞工處去抽查嘅時候，好多時一入嚟就問你攞呢兩張嘢睇咗先嘅啫。咁所以就要睇翻同埋會按你嗰個人數咧去睇你嗰個保額係夠唔夠嘅每一個人數係唔同咁當然啦，如果係僱主不依法去做呢啲嘢嘅，亦都係我哋叫拉人封鋪啦工傷意外啦逢係工傷意外咧即係如果普通一般嚟講咧，你就話14天內要即係報告上去俾勞工處啦。咁呢啲就法例寫㗎啦。咁但係你唔會咁遲㗎，尤其是死亡我唔會7天有咩咁大件事，你唔報新聞都已經報咗㗎啦。咁所以唔會，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法例上定出嚟嘅即係最保守嘅期限嘅啫。咁但係亦都唔會一定係依呢個時間㗎啦，因為有咩事都係通常要呈報㗎啦留意呢一樣嘢，暫時喪失工作能力為期不超過3天，呢個咩意思咧？即係話3天休息病假所謂暫時喪失工作能力，其實即係等於講緊佢放緊病假。咁好多時好多公司咧就有個
習慣，就係話誒你有3天病假嚟，我就同你報啦，或者我當係你一個工傷病假，我照支人工俾你啦咁樣。但係其實實際操作係咪咁咧？未必嘅，因為我以前亦都試過有啲 case 咧，就係話個同事第一日嚟去睇醫生，佢刮損咗，醫生係冇俾病假佢嘅，但係過咗3日之後，傷口發炎，咩黃金葡萄球菌啊、乜乜啊咁樣冚晒籠，突然間去急症室，一瞓咗7日醫院啊！咁但係當其時你冇集低所有嘅嘢。咁變咗咧，個問題就出現在呢度啦，就係話你冇足夠嘅資料，你又咦嗰陣時當其時你又好似冇錯喎，佢冇病假噶嘛，係嘛？咁所以我以前我有一個習慣咧，就係話逢親係有親咩掟掟揼揼整親下咧，冇病假咧，我都喺個 logbook 集低咗先，集低咗當時時地人少少嘅基本資料。方便日後真係有嘢要跟進嘅時候，你有資料去做翻補做翻嗰個工傷報告。咁呢個咧係法例冇講嘅，但係呢個係經驗上邊即係做到幫到公司又幫到個同事。因為咧有陣時有啲公司比較大啊，你會有陣時會有個 question 就話你其實係咪喺公司整親㗎？你話3日前、4日前我都唔覺咁樣係嘛？咁但係因為當時冇人集低咗呢樣嘢，所以大家都會有個即係疏忽啊。咁所以避免咗有呢啲咁嘅情況咧，最好就有個簡單嘅 logbook 集低時地人嘅基本資料先。職業病其實同一樣啦，職業病更加添，因為職業病係日積月累嘅，唔係突然間我今日咳兩咳就今日即刻有個肺塵埃病咁樣係嘛？咁所以亦都係，如果佢去睇醫生，醫生話佢有咁嘅情況，但係未有病假俾佢咧，你都係有必要做一個記錄先。啊，佢所謂喪失工作能力，其實係等於開始放病假啊。好啦，咁喺講到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啦，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個題目佢話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佢括住私隱係咪？如果喺我個人嚟講咧，我就會括咗資料，我就唔係括私隱。知唔知點解咧？因為譬如我而家同你哋講緊嘢啊，我講緊我嘅背景、我個姓名嗰啲，我講俾你口述俾你聽，呢個係我個人嘅資料係咪啊？哦，係我嘅私隱，但係唔算係一個資料喎，因為我哋係對話啊嘛，係嘛？但係如果你譬如喺電腦裏邊而家錄咗一條片，或者你用筆集低咗做一個記錄，嗰個就係資料啦。啊，咁所以咧，記住個人資料先至係一個私隱，如果唔係資料咧，口賠嘅咧，嗰啲就唔係喺呢個法裏邊包含嘅嘢啦，即係大家口噏噏嘅啫。OK，咁所以大家有陣時經過啲鋪頭咧，啊，見到有啲人咧掛幾張相出嚟啊，無良小偷喺我哋呢度偷過嘢，黏咗人嗰張 CCTV 張相出嚟，算唔算係私隱啊？算啦，因為嗰張係相啊，係一個資料啊，咁所以咧啊，唔好立亂將人張相黏出嚟啊，嗰個係一個私隱，係一個資料嚟噶啦，咁所以你要留意資料嘅收集方式係點樣啊，保存期間啦，各樣嘢，所以好多時喺合約上或者係喺一啲同其他公司又好，其他人嘅合約上咧，係留意呢樣嘢咧，你要定明你嗰個資料係用嚟做咩嘅？我哋內部員工培訓或者我哋內部傳閱啊，唔會交俾第三方，又或者係儲存幾耐？即係譬如我以前有啲人嚟求職，填咗張 application form，咁我下邊都會註明嘅。啊，如果1個月內我再冇合適嘅職位俾你，呢個資料會自動銷毀。啊，咁要話俾人聽，我幾時取消咗你嗰個嘅資料，唔會喺我櫃桶度揾到出嚟噶啦。OK，咁所以咧，呢個係要好清晰喺你求職表又好，合約上邊又好，都會要有一個定名，即係話到俾人聽嗰個用途同埋嗰個儲存期限好緊要嚇。
因為人哋唔會特登嚟問你噶嘛，你要話俾人聽。管理局方面，即係話你哋公司嗰方面咧，都係要制定啦一啲相關嘅保護客人資料嘅信息啦。點解要制定呢啲嘢咧？公司亦都係咁講，保護翻你公司。如果咁唔好彩有一啲顧客又好，嚟申請個工作嘅人都好，佢有疑問或者唔滿意，走去投訴咧，起碼你有一個公司內部嘅規範嘅 policy 喺度咧，係保障翻個答辯嗰個程序係順暢啲。即係會話俾人聽，我哋公司做齊㗎啦，即係我哋冇話隨意用人哋嘅資料啊嗰啲咁樣你要保密翻，話到俾人聽，要有即係我哋已經有監督嘅，有晒保障嘅程序嘅，有人借閲呢啲資料咧，佢哋要簽收嘅唔可以保存過夜嘅，咁諸如此類呢啲咁樣唔同嘅 policy 去話俾人聽，你已經保護。咁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啊，因為係保障翻公司嘅利益好啦，講緊終止僱傭合約啦，咁辭工唔早簡單，一封信搞掂啦，係咪啊？咁係咪咁簡單咧？咁通常咧，如果係要辭工咧，咁係大家要互相通知，即係無論公司辭退嗰個員工，或者嗰個員工辭退即係離開公司都好，都係要大家互相有個通知期。咁當然啦，個通知期係幾長，或者喺邊段時間之內要幾耐通知咧，又係合約上定明。譬如有啲你話我係3個月內離職嘅，我要7天通知嘅，係嘛？好合理啦。呢個喺嗰個一般嘅合約上都有定明啦。咁有啲可能高級啲嘅員工離職嘅時候要3個月通知嘅，咁呢啲亦都係要喺個合約上面定明啦。即係如果大家唔同意，咁可能大家要斟酌一下啦。咁除咗通知之外，如果要提早完咗嗰個通知期點補錢咯，我哋叫所謂代通知嘅款項咯。第二個即時解僱咧，就係話僱主係唔需要任何通知期啦。通常呢個所謂即時解僱咧，係個僱主主動嘅。點解啊？可能個同事做咗一啲唔啱嘅嘢啦，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喺外邊犯咗法咁公司唔可以再留佢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一個即時解僱嘅原因啦。咁所以有親呢啲所謂即時解僱，通常就冇任何嘢補償噶啦。咁係咪可以隨便用呢樣嘢咧？當然唔係啦。你唔可以屈嗰個員工話佢犯事嗰啲咁嘛。咁一般嚟講咧，亦都有機會咧中咗一啲所謂叫不合理解僱。即係有3個最基本嘅不合理解僱原因，一個就係喺個員工放緊病假嘅時候有薪病假強調一下有薪嘅病假，即係話你仲有 entitlement， 你個1、2類嘅假都未放晒，仲放緊嘅時候咧，去終止呢個合約係唔得嘅。大緊肚生仔或者放緊產假嘅時候，去解僱佢，亦都係唔得嘅。參加工會活動亦都係唔得嘅，即係有保護工會嗰個嘅法例㗎嘛。另外，咁所以咧，解僱嘅時候咧，要解僱真係我哋話叫犯天條啦可以咁講。有咩事咧，先至可以嘅啫，好緊要嘅事先至可以嘅啫。一般嚟講咧，都係要俾足嗰個代通知嘅金額。咁遣散費差唔多啦遣散費都係要俾足噶啦，係嘛？咁嗰個呢度有嗰個 formula 噶啦，大家會睇得到但係嗰個基本嘅資格就係話要連續性契約嘅同事做滿24個月而因為裁員而被解僱或者嗰間公司唔做啦咁所以咧唔係話個個一定有嘅，要符合呢個基本條件先至有嘅咁喺法例上強調一下，喺法例上佢話最高嘅支付額係39萬港幣。咁睇翻你個人工同埋服務年資，咁有啲高級啲嘅經理年資長嘅唔止39萬噶嘛，咁點咁睇下你哋公司
嗰個嘅內部嘅 policy 係點啦。咁呢個只不過通常法例寫嘅咧係最基本嘅，一般公司嘅做法咧係一定好多公司都係會做得好過法例嘅。咁所以法例定明嘅咧就係話你最起碼都要俾到39萬人啦咁樣嚇。咁所以呢一個只係政府定出嚟嘅啫。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呢個所謂遣散費咧就要2個月內支付。好似頭先我講我親戚而家仲告緊嘅，因為嗰個僱主話間公司執咗啦，3個月都未人俾錢佢咁樣，咁咪告緊咯。因為已經超過咗2個月。呢個就係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其實嘅計法同遣散費一樣，只不過長期服務金咧就係話嘅要求嘅年期會多啲，即係話你起碼喺嗰間公司做咗5年。咁呢一樣嘢咧，大家亦都會平時都可能會聽過㗎啦。你屋企個工人姐姐你都會咁樣做，因為你唔想俾佢做咗5年之後或者6年之後咧，返菲律賓咧佢攞住一大嚿錢啊！所以我好多朋友咧，同啲菲傭咧做2個合約就走㗎啦，即係做咗4年佢就走㗎啦，咁就係避咗呢樣嘢。咁但係菲傭你可以啫，你自己公司嘅同事唔可以㗎嘛，你唔可以做滿4年。同埋尤其是好多員工都係做得嘢㗎嘛，唔會因為呢一個樣嘢去解僱人㗎嘛。咁所以基本上咧好多公司咧，總之你員工做滿5年，而唔係因為裁員或者係頭先講過反天條嗰啲咧，都係會有呢個長期服務金。或者係嗰個員工係因健康啊或者其他咧65歲啊嗰啲咧，其實都可以嘅。計算方法同頭先嗰個一樣，上限亦都嗰個 minimum 嘅 payment 咧係最少都係39萬，即係頭先嗰個都係。但係長期服務金咧就唔係等2個月後先支付啦，呢個有少少唔同啦，就係要7日內要支付噶啦，冇得拖嘅呢個就。呢個就係你哋公司內部嘅一啲嘅資源啦。如果你哋有任何嘅關於呢方面喺勞工或者福利嗰方面有啲咩問題咧，其實你自己可以聯絡翻你哋貴公司嘅同事嘅。頭先有一度講翻工商嗰度有少少補充翻一點。頭先我講過話聽落去僱主要提供好多嘢，要保障個員工嗰啲啱，一定係嘅。但係咧係雙方都有責任記住。僱員一樣有責任，即係話僱主提供晒所有安全嘅措施俾你哋，譬如話啲電線又防漏電又點樣各樣嘢做得好好啦。但係個員工冇按照公司嘅安全要求去做事而引致受傷咧，個員工有責任，此其一。第二咧就係話，如果嗰個員工佢係受咗傷啦，但係佢冇報俾公司咧，公司唔知道嘅時候，呢個責任咧又落翻喺個員工上面啦，就唔可以話調翻轉頭。我受咗傷喺公司整親到，完全係冇人知冇人報過咧。咁呢一樣嘢咧，其實大家要留意啦。即係如果係真係有受傷嘅咧，都係要報翻俾公司去，係比較理想又唔好自己自把自為，就話連塊膠布算啦咁樣咁呢個係好重要呢個係補充翻頭先。調解呢方面咧，我約略講少少啦。咁其實有咩拗撬都好咧，首先搞清楚咧，嗰個焦點喺邊度，係邊啲人會牽涉在內，同埋事件嘅背景，係因為唔了解嗰個公司政策抑或係個合約上邊唔清楚抑或係點樣，要了解咗先至有得去講話做調解。咁有幾個階段啦。首先我哋要經過一個冷卻階段，即係大家心平氣和去坐低諗下究竟有啲咩重要先啦。喺過程裏邊，我哋要聽晒各個方面嘅資料，即係僱主又好，僱員又好，或者兩個同事拗撬都好，唔好淨係聽一邊，要大家鋪晒啲事情出嚟，大家去了解咗個過程先。
啊。第三點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有啲問題出現咧，我哋用所謂第三方嘅力量。但係如果係同事之間有咩問題，咁啊當然可能揾翻高層或者揾翻自己部門主管或者揾人事部去處理啦。嗱，第三方。但係如果係關於僱員僱主嘅問題咧，嗰個第三方咧就可能喺外邊啦。啊，可能係如果係勞工法例嘅，可能揾勞工處。如果頭先講緊話，職安啊，嗰方面嘅嘢，可能揾職安局做個公證人。啊，佢整得啲嘢唔好或者點樣，啊，可能揾職安局嘅人嚟做公證。咁所以好多唔同嘅方面，我哋可以採取揾一啲外來嘅幫手啊，咁然後先至可以開始引導翻整個過程去調解翻。咁所以其實有所謂嘅矛盾同衝突咧，其實當然係唔想有發生，但係我呢度都強調一句，有矛盾衝突咧，先至可以令大家了解多啲啊，去即係解決咗件事情嘅時候咧，可以幫到公司嘅一啲向前跨一步，有一個發展添。調翻轉頭可以咁講。好啦，咁呢個就係基本上大家可以即係睇翻下啦嚇，即係勞資關係科啊嗰啲咁樣嘅資料啦。啊，咁啊勞工處嘅一個中間人嘅責任啦嚇。咁呢啲係其他喺即係同勞工有關嘅一啲法例。啊，咁大家如果係即係想知多啲 details 嘅，其實去翻呢啲相關法例嗰個網頁咧，你一入勞工處咧可以睇翻晒。咁好詳細有晒嗰啲噶啦。嚇，咁所以基本上我要今日講嘅就係呢個概括嘅情況就係咁多啦。大家如果有問題嘅，咁而家可以即係打入去 chat room 嗰度俾我哋睇到，睇下有啲咩問題。好，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喺窗或者直接開咪問都 OK 嘅。或者大家諗緊有咩問題問嘅時候，可以填住我哋有個關於今次 EO Talk 有個 survey 嘅，咁就希望可以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啦，因為我哋公司都除咗僱傭條例都會有其他 talk 去舉辦嘅，咁希望大家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就可以幫到其他俾啲意見我哋咁去進步咁樣。同時間有問題都可以繼續喺 chatbox 或者開咪問都 OK 嘅。
好，或者而家冇問題問都唔緊要嘅，咁可以喺個 survey 嗰度，或者之後 email 翻俾我哋，有任何問題我哋都會解答翻你哋。好，咁頭先都有提到啦，今日嘅 talk 咧都有全程錄影同錄音嘅，咁我哋之後都會喺嗰個公司嘅內聯網嗰度 post Staff Hub 嗰度 post 翻上去，咁大家想重溫都可以上翻去內聯網嗰度。咁就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多謝 Daniel，係，咁大家都可以 log out 㗎啦，多謝大家。